知最近實體化嘅似卡哇商品到底係何方神聖呢？可能唔少冇追開漫畫嘅朋友都未必知道佢哋同似卡哇有咩關係。呢集就係一個懶人包，介紹呢啲被做成公仔但係冇乜人識嘅冷門角色啊！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留言同埋 like 支持呢個 channel 啊！首先呢，就係呢隻紅色個頭有兩隻角嘅小惡魔 Impu， 咁其實呢，係曾經喺漫畫入面圍攻黐仔嘅奸角嚟㗎。話說有一日呢，似卡哇就俾一班小惡魔包圍住，佢哋呢就逼黐仔打開拳頭，希望搶走佢手中嘅牛油粒粒。其實黐仔呢之所以拎住個牛油粒粒，係因為小白發現咗味噌拉麵嘅河，隨口就講咗一句：如果加埋牛油會好好食啊！咁啱屋企有牛油嘅黐仔呢，就即刻跑返屋企拎啦。結果去到中途呢，就俾呢班小惡魔圍攻啦。黐仔呢，為咗可以令小白食到美味嘅拉麵，出動大叫 Yada 同埋呢個飛毛小短腿，將啲惡魔仔嚇走晒之後呢，自己就喺原地嗰度震喎。呢個時候呢，小白就講到啦，問佢啱啱嚟嗰啲係咩嚟㗎？跟住仲震緊嘅黐呢，仍然喺戒備狀態，眼角仲有一滴眼淚仔，超級得意啊！黐仔成功守住咗牛油，小白就將嗰粒牛油分成一半放入河入面，同味噌拉麵一齊食。呢種美味實在係好感動啊！勇敢嘅黐仔為咗小白可以食到牛油拉麵，搏晒老命咁樣守護嗰嚿牛油，隻身趕走咗4隻小惡魔，真係非常勇敢啊！呢啲叫 imp 嘅嘢呢，其實係小惡魔嘅意思，係源自西方神話嘅傳說，係一啲體型矮小啦、有翼同埋好中意惡作劇嘅邪靈或者係魔鬼嘅僕人。佢哋呢好擅長偷襲啦，行為嘅模式呢就係以搞破壞為主嘅。英文嘅意思呢，除咗有怪物啊、頑童啊、好曳嘅小鬼咁嘅意思呢，喺動畫作品入面呢，都成日有呢啲小惡魔形象嘅角色出現㗎。咁跟住呢，就係呢棵大樹叔叔，喺似卡哇 Park 一入到場之後都會見到佢㗎。到底佢同似卡哇有咩關係呢？其實呢棵樹呢，係平衡世界篇入面一個幾重要嘅角色嚟㗎。呢邊呢，就簡單咁樣講下平衡世界篇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啦。有一日呢，黐就俾蜜蜂咬啦，返到屋企冇耐呢，就開始發燒，燒到反晒白眼添啊！小白嚟揾佢嘅時候呢，一掂佢個額頭就進入咗平衡世界啦。喺嗰度呢，所有嘢都好美好。黐呢考到5級除草證，而當時現實世界嘅黐仔係未考到㗎吓。咁呢仲係討伐排行榜嘅第2名添啊！而小甲蟲呢，就仲係佢嘅寵物。不過因為大家嘅外形同埋現實世界有啲唔同，小白開始察覺到唔對路嘅時候，就係大樹叔叔話到俾佢聽，返現實世界拯救現實世界黐仔嘅方法啦。有啲人話呢棵大樹就係有好人嘅劍球大叔，亦都有啲人話呢，佢係小白當初幫黐仔敷傷口嘅樹葉有關嘅。不過官方呢，就未再加以說明啦。想更加詳細咁樣重溫呢個平衡世界篇嘅故事呢，就可以睇翻呢一集嘅分析啦。之後呢，就到呢隻紫色光頭怪，係邊個故事出現過呢？話說呢，有次栗子因為被偷走咗酒嘅資格證，所以就被禁酒，於是呢，就大受打擊。佢嘅性格由大叔呢變咗好似成個少女咁，酒又唔飲，變咗飲高湯同埋飲茶。平時呢，會煮各種美食嘅栗子變咗田園少女，喺草地嗰度玩士多啤梨，仲要冇去除草添啊！不過呢，正當風獅喺度溫書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有隻紫色怪物出現，話要打爆佢。但係呢，風獅唔擅長討伐啦，栗子一見到呢，就即刻回復翻平時兇狠個樣，就拎咗個隔離嘅巨型竹輪，成個套喺紫色怪物嘅拳頭嗰度，就救咗風獅啦。因為呢，栗子禁酒篇實在太有趣啦，係唔可以錯過嘅一篇長篇漫畫，所以呢，有興趣呢，就可以重溫翻呢一集精彩嘅故事啊！之後呢，就仲有呢一隻象，唔知有冇人買過佢呢？其實喺似卡哇 Park 呢，都有成個區域係以佢為主題㗎。呢隻就係萬惡嘅噩夢象啦。呢隻象呢，有一晚詛咒咗黐仔，令到佢每當瞓覺呢，就會發噩夢。黐仔呢，連續幾晚呢，就冇瞓好啦，黑眼圈呢，仲大過隻眼啊！就嚟兔哥呢，竟然就陪住佢一齊去討伐呢隻噩夢象，爭啲命都冇埋啊！
最後呢，佢哋兩隻就好有默契咁樣互相配合，成功揾到隻象嘅弱點，就可以打敗咗佢啦，亦都令到黐仔脫離咗噩夢嘅循環。不過呢隻奸角象呢，好似自從推出以嚟呢，都唔算話好受歡迎。不過呢，就喺次卡哇 Park 呢，佔咗成個園區啊，曝光率呢仲高過好多主要角色添。睇嚟呢，老師真係好中意呢一個故事啊！仲有呢一啲睇落奇形怪狀嘅角色，竟然都有被商品化，到底係什麼東西嚟㗎？其實呢，佢哋係近年聖誕系列嘅公仔，全部都係源於聖誕特別篇嘅漫畫㗎。2023年嘅聖誕漫畫，聖誕老人問佢哋想要乜嘢禮物，豬仔呢就係想要白色樹熊嘅聖誕冷衫，小白就係想要壽司版，而兔哥呢就係想要 Walkman。Walkman 呢係以前未有 MP3 啊手機嗰陣嘅隨身聽嚟嘅。突然之間，一隻腳板人出現，個頭係一隻腳嘅形狀，着住灰色嘅樹熊冷衫、綠色褲同埋壽司板做嘅木屐啊！聖誕老人話呢，佢將佢哋3個嘅願望合埋一齊，因為佢唔知道 Walkman 其實係隨身聽，以為係 Walkman， 所以呢就變咗做呢個腳板人啦。而呢一隻奇怪嘅鹿呢，其實係2024年嘅漫畫嚟嘅。次卡哇呢同埋小白莫名其妙咁變咗火雞，而有隻馴鹿呢就諗住食咗佢哋。咁喺佢哋掙扎緊嘅時候呢，Usagi呢就變咗一個 Stolen 出現咗。嗰隻馴鹿呢就醒起自己未買 Stolen 啊，於是就咁就走咗啦，放過咗大家。呢個亦都係一個毫無邏輯嘅故事，但係亦都可以順便說明一下咩係 Stolen， 就係呢源自德國傳統嘅聖誕麵包。呢種麵包質地密實，加入咗好多酒漬果乾啊、堅果香料同埋杏仁膏啦。焗完熟成之後呢，就可以常溫保存幾個禮拜，風味呢就越擺越香。通常係聖誕倒數嘅期間呢，就切成薄片咁樣食嘅。而家其實 Stolen 喺日本都好流行㗎，每逢11月呢，就周圍都可以見到，唔少日本人呢會買嚟倒數聖誕一路食咁樣嘅。不過呢，相信呢隻馴鹿公仔就一定冇 Stolen 咁受歡迎啦。唔知睇到呢度嘅你有冇買過上述任何一隻公仔呢？如果要你揀一隻帶返屋企，你又會揀邊隻呢？留言話我知啦〜